好来，乡亲啊，今仔日伫网络顶有咧流行一句话，讲昨有三惊：早起去有股市惊到600-400外点，下晡去有疫情惊到有300外例本土病例，暗时啊是去有大停电来惊到。加在今仔日的台北股市，由这个护国的新山台积电来领军，传统产业甲金融股对伫后壁大反攻。这个盘面是红拍拍，盘中一度起超过700外点，徛倒来16000点的关卡。上尾也是大起到792点，以16145点来收盘，成交量有4102亿。讲这个国安基金暂时未来入场。唔惊疫情影响，加一礼拜2摆失电，国安基金股无入场。台股伫今日开盘就起211点，电子金融传统的产业拢总起，要起超过700点，收复16000点的大关，未少股民拢想要趁这个新入场。美股科技股反弹，所以礼拜一的时候外资就做了明显的加码。所以说重点还在于美股是不是能够维持一个多头的格局。如果这种情况之下，我觉得台股在往下的空间可能应该是有限。来看焦点的股票，富国新产台积电带头起价起4%，来到574块。联电嘛起停，成交量较大，个股拢红色的，包括惠贵、三雄、中盈、阳明、甲万海、民邦的三虎、群创、友达、甲彩晶拢起停。钢铁类股除了老豆龟、中钢要10间嘛起停。比例入境是过5分钟超一摆，这个高端疫苗捌落停。回档30% 以上，将近1000多家，现阶段应该可以慢慢找寻，比如说第一季获利状况还不错，4月份营收是正成长，这些股票不妨可以做个低档的布局。台股敢是真正利空出尽啊？爱搁进一步的观察，股民是望讲政府用稳定送电，才袂影响到市场的信心。